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5月15夜新闻，我是嘉豪。也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您知。台中捷运发生事故了后，即马宣布这驾驶面板要拍开，有状况随车员随时会当停车。不过有学者认为讲，安尼先做无妥当。一礼拜休3天，伫网络公共平台已经达到连续条件，中央政府爱伫6月26进前回应民众。泰国大选已经结束，前进党摕到国会多数释出因的总理候选人皮塔，也讲甲为泰党组成联合政府。台中捷运昨本地被公布这事故了后的 SOP 改进，想未到今仔日搁再修改内容，甲本地拢锁起来的人工驾驶面板，对即马开始全部拍开。随车员若准发现到问题，就会当随时来试这开关，互列车打动。不过有学者认为讲，这可能会害这民众无细力去摸到，而且甲这个驾驶面板互人看现现，认为这毋是上介好的方式。随车员伫捷运车厢头前全程注意轨道状况，按过人工驾驶面板，全程维持拍开状态。中捷原本10时已经改进 SOP， 按过过一天搁修改。原本伫车头的人工驾驶面板是锁起来，按过即马改做全时段开的状态。若轨道无正常，随车员应马上是红色紧急打动的开关。在车内的时候，他会一直站在那个驾驶台，然后关注车前轨道状况。那到站之后呢，还是会去到月台上去做一个指差作业，去确认月台状况，确认轨道前面状况这样。中捷公司表示，礼拜一个 SOP 版本是将人工驾驶面板的锁匙挂在陪伴外口，按过经过检讨，希望将反应时间减到上低，所以才会修改。按过列车到站了后，随车员爱行到月台做手势确认。学者认为有可能会互民众去卡到，互驾驶面板伫外口，毋是上好的方式。如果要做那个米，就等于是那个随车员就是在担任驾驶的工作了。基本上就是一定要根据事实啊，你来采取一个对策。那你单就这个打开，完全把它铺露这个东西，我是觉得有商榷的余地啦。中捷表示，这是电硬体设施改善进程的过渡措施，老人讲是乱期，因以违反大众捷运罚1到5万。立法院交通委员会也伫15去中捷丰乐公园站会勘，针对公安、路安甲运安3大方向要求改进，要求交通部1礼拜内完成全国捷运总体检。中央地方大家坐下来，好好的谈，用专业的角度来讨论这个问题，然后制定一个全国一致性的 SOP。那安全的法规在哪里？落实安全的管理在哪里？运安会也表示，这以外已经列为一级重大事故，会伫6个月内公布事件的初步报告，也将调查的时间减短，1年内提出完整报告，赶紧将调查的结果公布出来。记者综合报道。伫咧昨昏，全台湾拢有民众上街头要争取过路人的权利。不过昨下晡，就一个老阿伯伫过车路的时阵煞碰撞到，那台中昨暗呢是有一个富人人举拐啊过车路，险互一台轿车撞到。虽然这政府今摆要来推动全路口红灯的过路人专用护制，不过这个比例伤过少，甚至有民众反映讲，这过车路的时间伤过短啊，根本袂赴。伫路口倒弯的轿车无让行人，直接弄到行伫板尾线的79岁老大人。老大人跋倒坐伫涂骹，好加在送医了后无大概。与前方车辆未保持适当距离，发现时已闪避不及，车辆偏离与一名老翁发生轻微擦撞。发生代志的现场，路口无行人专用时长，也毋过观察中者过大路的时间大约24秒至23秒，甲前场后置88秒比时间也算充足。家己爱注意啊，这无人我大人甲伊管的啦。伫台中也阁发生车辆无让行人的状况，一名行动不方便，拄着拐仔要过大路的妇人人，一台修路车直接为伊的头前倒弯，差点弄到，互妇人人行一个倒退一步。有一点点近啊，我自己吓一跳，他自己也吓一跳了。为着去掉行人地价的恶名，政府要缩推行人专用时长，也毋过监督会着民众的需求，以高雄为例，全市5600外个路口户籍无仅只有53个设置行人专用时长，占比大约0.93%，台中市更较少，只有29个，全市占比大约0.45%。有民众反映路口户籍表数伤低，不离行动不方便，还是老大人。如果有一些行动不方便长辈要过马路的时候，可能没有办法一次通过大路口。那在大路口设置行人庇护岛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安全措施。
高雄市行政路权促进会表示，行人专用时尚密集度应该搁较宽，道路口也爱设置行人庇护岛来保障行人。市府回应，行人通行的时爱评估秒数敢是有够通过，也会看路口状况，精设庇护岛提供台币空间。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长蒋万安在去到市议会进行专案报告。伫报告进程呢，有说明信义区庄德街这路边崩落安怎处理。讲昨暗已经囤按摩图啊，这个过路人今仔日就会当行。也讲这台北市内有102大工地，一礼拜以来就会查清楚。不过有机关即期讲，这时间上过短，恐惊是查袂完全。另外，机关尤淑辉也讲，这刑府法建设伫台中发生公案意外了后。发现伫咧内外建案2年内违规46届，敢若罚98万，根本就袂惊。台北市长蒋万安透早到议会专案报告，针对台北市大巨蛋、社道、社体规划、市场改起等10项重大施政报告备询。市场台就先说明信区庄德街涂骹放落去的事故后续。昨天晚间7点已经完成了灌浆填平，预计今天优先恢复行人通行。一定要经过专业的检测，确认安全无虞之后，住户时可搬回，安心回家。蒋万安阁表示，已经下令清查全市102个开挖的工地，一礼拜内就要检查完，按过复计完这期，短时间内无法度做到彻底检查。未来会做到所谓的土质状况分析跟地下水位的确定吗？有吗？100多个案件，你要检查7天，你可以说我初步先去看看，不要说那叫做彻底检查。最近连续发生重大事故，信义区6个大坑2个重大意外，公议题正受关心。台北市议员尤淑辉指出，刑府法伫台中发生公安事故了后，检查伫内湖的建案2年路险33摆，发现46摆违规，今日罚98万。法律经验审过嘅建商根本是无要无紧。我们罚了2年，罚了30次，才罚了98万。你觉得建商会怕吗？接下来的5页，密密麻麻，全部都是违规，而且其中有14次都是高空作业、高处作业，没有做好安全防护。市长蒋万安表示，会检讨改善重大公安违规建议，就网络公布。信区庄德路建案因为涉水造成地下水一摆，江边道路落落去，负责花鑫营造实施商鑫高组营造伫台北分公司，伫台湾有真侪建案，包含台北101大楼、新港摩天大楼、都住银行等。这摆因为连续病时间无设置出问题，外界也咧看未来要安怎解决。记者综合报道。因讲，伫咧去年有试办1礼拜休3天，讲这效果袂歹。国内着民众伫咧公共政策网络平台发起联署，希望台湾会通成做亚洲头一个1礼拜休3天的国家。这个联署已经通过标准了，政府爱伫咧6月26进前来回应。早起劳动部就表示讲，因为这个政策牵涉到真侪单位，会做伙讨论了后再来回应。行政院副院长郑文灿表示，政府会依照全世界发展的趋势，向提案的公民来照实报告。逐工上下班是台湾人日常的画面。2011年，台湾平均年总工时高达2000点钟，是全球第4高。有公民伫公共政策网络平台发起联署，希望让台湾成做亚洲第一个1礼拜休困3天的国家。包括军公教，不是只有劳工，那还有包括教育部。因为学生的学习也是一样，它是牵动的层面比较多，所以我们大概这个部分要请国发会就这个提案的这个部分的话，哪个部会来做中整。联署总共有5736人赴期，超过限制。按照规定，相关部会要伫6月26进前回应相关的问题。按过后面部分企业1礼拜休困3天，台湾各行各业感觉是对着咧。周休3日，这个是大家都很希望的，好，但是我们不希望就是说周休3日了以后，即使法律通过，但是我们的加班还一直在提高，所以你的年总工时并没有改变。比1礼拜休困3天，劳团认为劳动相关单位是不是落实超时加班这个查核更较重要。
上总是认为，一礼拜休困3天对各行各业类别南北落差拢影响，第二一来较无法度达成讨论变形工时这配套更较实际。找不到劳工在周休3日的话，那就大家都不用上工了哈。周休3日的时候，相关的这些配套措施应该也要具备。企业这边甲劳工团体角度无同，行政院副院长陈文灿为真保留回应。目前亚洲也无任何国家有一礼拜休困3天的政策推广，政府会根据实际情形，将全世界发展的措施向提案的公民报告。记者综合报道。事实上，伫国内已经有企业推动一礼拜休3天啊，就一间出版社一礼拜休3天施行10年，公司运作一切正常。要卖出中南业者讲，因这人员真接来去去，去年开始，予业务员一礼拜休3天，成功降低人员的流动率。那东吴大学的校长也讲，因愿意正做台湾头一间一礼拜休3天的大学，要来提升学生的学习效率。专心看电脑，快速整理客户资料，每一分每一秒，对于担任帮中业务的好心人来讲，拢真重要。才有法度伫每礼拜4天的工作日，如期完成一礼拜工作进度，可以当准时下班。在公司的时间变短了，所以我自己会安排的时间可能就会更精准，所以更多的时间可以去做自己希望的事情。在业务单位，而且是我们这种小公司，可能应该蛮适合的，所以我就是开始从业务单位，从业务开始试办周休3日。业者讲会推销周休3日，是因为门市是伫新北卡老二区的尾站，一寡在地业务员拢想要转战高单价的市区，才想到推销周休3日，甲人留条的。不过其实早伫10年前，咱国内就有一间出版社推销周休3日，国要核选幸福企业。即马周休3日的议题，嘛伫教育界得到回响。东吴大学校长潘伟大讲，若做教育部放联发令，愿意成为头一间周休3日的大学。对学生的这个学习的内容来讲的话，并没有任何的减少。原来5天的课程浓缩这个缩减到4天把它全部修完，那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很好的，学生有更多的时间可以做自己的思考。东吴大学校长是讲，若做改做周休3日，因应授课内容无变，老师未减薪，学杂费嘛未减少。不过周休3日这个议题也引起劳资双方无共声音。国内为日本内的出名连锁拉面商店，因为欠工减少营业时间，专家认为以民生消费型的服务业来讲，要推销周休3日会面临真大挑战。配合消费者的需要，他们希望每天都能够营业。所以换句话说，现在要推周休3日的话，我想跟民生消费有关的这些服务内需服务业呢，他们应该会比较自然来一些。专家是讲，像轮班制的制作业，也是会当独立完成工作的行业别，有机会会当试办周休3日。不过，伫推出前，劳资双方拢爱改变心态，才袂变做工作量增加，也是拜疫症候群变严重的反效果。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南的空军基地有一个姓陈的阿兵哥，昨暗伫拖车顶头摔落来，随即互后壁的电罐车交过去，送到病院犹原救不回来。空军司令部强调会配合调查，而且会协助加速处理新后事 ，SOP 的部分也会全面检讨。14暗时8点外，台南空军基地一名姓陈下士执行地面装备拖顶动，无细力对拖车顶头落落去。错伫后背，这电罐车随甲交过，送病院急救进前已经无生命现象，病院犹原救不回来。我们现场判定已经是到院前死亡。那这从外观看起来，头颅变形，身体也扭曲变形。那我们还是急救了71分钟，那完全没有反应，最后宣告急救无效。本人对造成此案深感哀痛与不舍。后续呢，除了配合宪兵及检调机关调查以外，并成立了相关专案小组实施调查。高校收到消息了后，15透早随官来到台南空军基地，在军方陪同之下入去营区，了解意外是安怎发生的。军方表示，电源车拖动作业是2个人一组，这关系到战机启动升空，也因为战备任务的需要，不过却发生事故。针对着过程的 SOP 流程敢是有出问题，军方强调专案小组正在调查。针对造致此事原因的话，那昨天晚上那个司令部已经成立专案小组，针对此事项来做一个调查。那相关 SOP 部分的话，等调查完之后再跟各位报告。军方进一步说明，因过姓陈下士表现真好，发生这届事故，让军方真唔甘。落尾也会全力来协助加速处理新后事，而且会做一回检讨，精进工作流程。记者综合报道。
士林地方法院姜丽香法官甲高雄地方法院校防委法官洪指控讲，因是伫咧暗号性侵案涉任的被告，而且佫教即个被告安怎拍官司。天界法院今仔日重判这两个免除法官职务，虽然停职。而且甲因停职，虽然会当做这司法事务官，毋过是袂当做法官咯。针对这部分的这个判官的姜丽香表示，会搁再上诉。入去少管所，甲少年揽一个关心一个，士林地方法院法官姜丽香负责审理少年案件真侪年，即马煞互人指控接到少年好亲像互人性侵，煞涉嫌阿豪不输老师。高雄地方法院法官校防委甚至佫替加害人提供诉讼告检守则，两个人互监委弹劾了后，电解法院15判决免职，转调司法事务官专案也佫会当上诉。姜丽香及侯宏伟所为，以严重减损人民对其等具有客观、中立与公正功能等审判核心功能的信任，而动摇人民对司法公正性的信赖基础，已不适宜续任法官职务。这件案件发生伫台东某一个安置机构，一个收容少年指控何姓林的前主任性侵、伤害等等。不过，电解法院指出，姜丽香接手案件了后，无公平心理咨询，若无通报法官意见书，佫无遵守保密的义务，甲告主电相关消息泄露后，同款是法官的校防委，互伊甲涉案的前主任丁日解互通消息，提供法律的咨询，明显违反少年事件处理法甲法官法，一审除了判免职，嘛裁定停职。法官他做了一个法官意见书来认为不用通报，这已经超出他的职权。如果让受害者感受到他已经发出了求救讯息，但无人回应的时候，他会陷入一个很惊恐的心理状态。新闻指出，延迟通报甚至无作为，是对被害人的二次伤害，拖愈久，恐惊心理创伤愈歹修复。不过法官互人免除职务，转任其他工作较早较罕见。像法官法新制实施前，敢若前检察官林准佑走去幼稚园办案，私心细汉囡仔等5人。新制实施后，嘛敢若2人。即届姜丽香认为判决严重误会，会阁上诉。不过伫判决定案进前，任何司法工作拢袂使做。伫停职期间，嘛敢来当领本俸一半，差不多2万外。记者综合报道。有民众伫咧成品册店有买一本叫做《阿姜拍来要安怎》一本册，这落买呢是接到这中国腔口的人员打电话来讲，要了解伊看了后的心得，甚至佫甲这读者讲中国一定会拍台湾。针对着雇主泄露记录，数位部会要求成品册店爱说明。行政院副院长郑文灿强调，这个案件牵涉到中国的认知作战，若阵雇主有泄露，会甲成品裁罚。数位部明仔载会会同其他的单位，也佮警方去到成品进行行政调查。国内连续民众因为网络买物件各种外销，互人骗去情形。不过，杨小姐伫成品的网络册店买阿姜拍来要安怎的册了后，却接到自称成品册局客服人员的回访电话。杨小姐讲，过程亲像中国统战电话，对方有中国口音，问伊读了后的心得，伊回应了后，对方一直反驳，讲中国一定会武统台湾。中国那边有飞弹直接过来台湾就会直接投降什么的。因为现在中国方面他的军事实力是很强的，我们台湾这边就根本就抵挡不住他们的进攻，地方面都没有中国的一个省那边这么大。阿姜拍来要安怎？这册是由台湾学者沈碧荣等人所写的，希望透过文字研判出对台海军事危机的要件，佮培养全面的认知战略。杨小姐认为，对方有强烈的统战企图，一直灌输伊对中国有利的观念，亲像认知作战。开始就很清楚，他们是要这本书观后感。如果从这点来想的话，他们可能是在做台湾的舆情调查，真的完全没有问我的个资，就是一般诈骗会问个资，他们都没有问，一直要反驳我，一直要说中国很好啊，然后就开始讲美国不会帮忙，台湾会被武统。数位部数位产业署表示，根据个资法要求成品说明清楚，陆委会人员是联络杨小姐，了解代志经过，调查清楚个资为什么会安尼用。外泄的途径我们会查明清楚。另外，如果有用个资做假借民意调查，进行政治上的认知作战，那这个是新形态的状况，我们会加以调查重视。行政强调，个案有牵涉认知作战的问题，外涉途径一定要查明清楚。
这规定要在3工之内完成行政检查，数位部请成品提供资料，人员也配合调查。那假是有告知外泄，会进行行政裁罚。记者综合报道。全观众朋友来看国际新闻，讲到这泰国大选结果今日出来了，确定由前进党摕到国会多数。前进党总理候选人皮塔表示，已经决定和为泰党组成联合政府，相关政策细节了会搁再讨论。那军方势力敢会出手干涉呢？皮塔表示讲袂去烦恼这个问题。 ว่าที่นายกรัฐมนตรีคนต่อไปของประเทศไทย 經過幾個月選戰，泰國大選最後票數今仔日已經開出9%，由前進黨拼贏親軍方的勢力，摕到國會多數席次，有希望成為執政聯盟主要的領導政黨，改變泰國的政局。在記者會時陣，前進黨總理候選人皮塔曼表示，已經有甲其他5個民主派政黨溝通過，會共黨組成聯合政府。I have congratulated คุณแพทองธาร from เพื่อไทย for her hard-fought campaign and have invited her to join the coalition. 為泰黨對結果表示樂觀，講因為已經決定要聯合執政，未來一寡政策攏會由聯盟成員做伙討論。目前也以前進黨的意見為主，各黨愛安怎分配重要職位，所來會閣進一步討論。不過同款是民主改革派，前進黨甲為泰黨也是有袂少主張需要協調。像講前進黨捌提出要廢除憲法第112條，讓人民袂閣因為針對王室發表負面的言論，互人判刑。為泰黨卻認為 ก็參詳嘅空間。 พรรคเพื่อไทยมีจุดยืนที่มั่นคงนะคะว่าเราจะไม่สนับสนุนการยกเลิก112นะคะแต่ว่าการคุยกันได้ในสภาอันนี้เราสนับสนุนนะคะแล้วก็เรื่องของกฎ 若是敢有要甲排第3的泰自和黨合作，前進黨表示目前暫時無合作計劃。另外，針對外界的煩惱，親軍方勢力會動用參議院席次的優勢來影響總理的人選。前進黨的皮塔並無真煩惱。 มันเป็นฉันทามติมาจากพี่น้องประชาชนแล้วที่ทุกฝ่ายควรที่จะน้อมรับตรงนี้นะครับการฝืนประชามติของพี่น้องประชาชนเนี่ยคงจะไม่มีประโยชน์กับฝ่ายไหนฝ่ายใดเลย 泰國為2014年政變以來，到即馬攏是由軍方勢力的執政，即馬民主派上台，民主改革是一定會做。記者綜合報道。 所來，咱來看土耳其，因也是咧爭選總統甲國會機關，目前開出超過91%總統選票，想要拼連任的埃爾多安以接近5成得票率領先對手基里達歐魯，這4成4的選票，也因為兩邊攏無超過5成，2禮拜後，閣要進行第2輪的投票，這也是土耳其建國8年以來頭一屆出現這款的情形。 土耳其就是舉行的總統甲國會大選，海外選民在內攏總有6400多萬人有資格投票。這擺投票率達到89%。暗時的電視計票一開始，先求連任的埃爾多安票數領先，也毋過時間哪話埃爾多安的優勢一直下降。土耳其最高選舉委員會經紀開出的91.93%的總統大選選票，講埃爾多安以49.49%得票率領先對手基里達歐 Milletimiz tercihini seçimin ikinci tura kalmasından yana yaptıysa onun da başımızın üstünde yeri var. Biz %50'nin üzerinde bir oy oranıyla bu turu bitireceğimize inanıyoruz. 反對勢力6個主要政黨集中火力，共同推出的總統候選人基里達歐魯，選後頭一擺出來面對媒體時，指控埃爾多安的正義發展黨 透過反覆的調整計票結果，造成投開票數的延遲。佢強調，埃爾多安的票無超過5成。Örnek, Ankara'da 300, İstanbul'da 783 sandıkta ısrarla itirazları var. 6 kere itiraz edilen sandık var. 另外，第3位總統候選人歐根得票率大約是5.3%，伊的支持者在第2輪決選中會倒向倒一邊，恐驚會加做影響總統大會的關鍵因素。那個總統大選的不明狀態，國會大選的席次分布顛倒是真清楚。各項媒體的消息指出，經已經開出的9成6選票，
正义发展党得到267席，比选前落28席。不过，若加上甲其他3个政党结盟，会当阁加上56席，摕到323席，将压国会过半席次。另外，二月造成5万多人死亡的大地震，对执政党伫灾区的支持度敢有影响？为票数来看，知影伫赢，只伫灾区2个省领先，其他9个省也是正义发展党领先。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战争开始拍了后，有几落万名乌克兰人和罗西亚人拢走去附近的乔治亚避难。这两国的民众说和当地人组成卡球队做伙练球。事实上，这乔治亚甲罗西亚同款有领土的纠纷，就算罗西亚宣布对5月10号开始取消甲乔治亚禁飞令也个签证制度，不过乔治亚说是无被接受，而且表示讲只要罗西亚继续入侵乌克兰，占领乔治亚领土，罗西亚政策无论是怎样，拢袂接受。在草埔为卡球场的规划了后，大家开始练习。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无偌久，有数万个乌克兰人、俄罗斯人到到乔治亚，两地部分民众甲当地人外籍人士共同组成业余卡球联盟。目前差不多有700个运动员。Находясь в другой стране, ты ищешь людей, которые могут с тобой коммуницировать, потому что языковой барьер все равно присутствует в Грузии. И это и как бы и спортивные мероприятия, и коммуникация. Ты знакомишься с людьми, общаешься, потом после игр мы ходим, прогуливаемся, ходим в бары, можем пиво выпить. То есть обстановка у нас располагает к этому. 球员利用练球来暂时袂记哩战争所带来伤痛，会到这的球员大部分对战争反感，球员也种共识，无要讲俄乌战争，或者是讲笑话来化解研究。Все, так сказать, не рады, да? Почему они тут находятся, да? По какой причине? В принципе, во время футбола, во время игр точно не было никаких там, в моем случае, я не помню, не было. Чтобы кто-то там на этой почве там как-то начинал, нет. После футбола кто-то, возможно, общался, кто-то какие-то свои мысли доносил там другому, но нет, никто ничего точно не навязывал. Были, да, диалоги там и в чате у нас, но нет, такого прям, что выяснения отношений, нет, точно не было. 真侪乔治亚民众伫外交部门口示威，因为俄罗斯在5月7日宣布，为5月10号开始取消到乔治亚禁飞令甲签证制度，是要有近两国之间的关系，引起反俄人数不满。不止俄乌战争，俄罗斯甲乔治亚之间也有复杂的历史。2008年，两国有对战而且血腥的战争，也有领土占领纷争，最后乔治亚失去2个亲俄行政区的主掌权。对俄罗斯的新政策，乔治亚总统佐拉比契维利就表示，那俄罗斯继续侵略乌克兰，而且占领乔治亚领土，那安尼就无法度恢复直航甲取消签证的禁令。公视新闻新乐配编译。今年的世界卫生大会 （WHO） 5月之1伫咧瑞士日内瓦召开会议，不过台湾到今也未受到邀请。早起到民間團體開記者會，表示因同款的組團去到日內瓦，伫當地宣傳，呼籲世界各國應該愛支持台灣加入 WHO。民間團體發口號呼籲世界衛生組織 WHO 應該邀請台灣參加這個月底在瑞士日內瓦舉辦的第76屆世界衛生大會 WHO。因為新冠疫情3年以來，台灣防疫成績正亞白，為了發展自身的醫療，各管1000萬片肺炎和全球疫情嚴重國家醫護人員，台灣不應該讓人忘記哩。跟世界發聲，讓大家可以知道，台灣不應該是遺落的這一塊拼圖。在各國需要用這個冰庫去裝屍體的時候，那時候台灣還沒有任何的疫情，我們還可以輸出我們的口罩，我們還可以輸出我們的醫療物資。雖然台灣已經連續6年無受邀請參加 WHO， 不過 WHO 宣傳團表示，有關會組隊去日內瓦，各地當地舉辦各項宣傳活動，也會放上3場和平歸來紀錄片，讓全世界看到台灣在2003年SARS期間帶來傷痛。可是他們不理解台灣在這20年沒有加入 WHA 的這20年中，
早在20年前，我们就已经做了一次很惨痛的教训。选择团强调，这摆参加团员有真侪医师甲少年学生，会伫10月为台湾出发，按算23登来台湾，期间会邀请国际有名网红为台湾发声，希望透过官方甲民间团体共同合作，让更较侪人看到台湾。记者综合报道。摕来改善比价的氧化铋对去年底就欠药啊，除了欠工欠原料，外界也认为讲是健保出的绩效伤过低，厂商才无爱出货。为着要解决这欠药的危机，健保署今宣布对6月开始会甲氧化铋等3种药的绩效有关。不过安尼先做，这一年健保的支出就要增加4000多万。袂少长辈爱食氧化铋两变剂来改善比价问题，毋过氧化铋为去年底到今年初，因为欠工欠原料，佮加健保给付绩效上属这个因素，所以药厂无愿意供货。为了解决欠药的危机，健保署15宣布6月初1开始，氧化铋健保支付价为本来1粒0.16块提高到0.32块，目前已经有6间药厂同意供货。那我们在3月份收到几家厂商的成本资料之后，再就立刻提共理会议来讨论。那共理会议讨论之后，愿意从0.16调到0.32。针对外界这个欠药问题，甲健保药价上升关系真大。对这代志，健保署是讲，合作业者认为无够成本，会当提出成本分析更新议价。6月开始，除了氧化铋提高健保支付价以外，也有一款镇痛解热药，也甲儿童用的止吐酸剂，也拢调悬绩效。干这3款药品，预估一年健保支出会增加差不多4125万。只是用药应该回归市场自由机制，让民众到药局去买就好，不要一直只是用药由健保再给付。药师工会是讲，健保财务正暗，应该将经费用伫该用的，呼吁政府应该将氧化铋这的所有只是用药用自费的，像讲有闭结、落瀉、头痛这的小毛病，民众家己去药局买就会使。健保署是回应讲，最近会找各科医学会开会讨论，征询各界看法。记者综合报道。厝愈来愈贵，民众买厝贷款的时间也愈来愈长。内政部发布去年第4季全国新买厝这贷款平均的期限是24.75年，创下历史新高。买厝的中人是认为讲，若准是这40岁才来买厝，无事先规划者，可能这贷款就要立到退休。全台厝价真悬，未少人想要买厝真无简单，除了爱考虑到期款以外，贷款的压力也是真沉重。现在薪水普遍不高啊，要付那个房贷，其实还是蛮吃力的。我觉得要有5比较好，这样扣一扣，然后加上存款，然后加上生活费是比较够的。内政部发布去年第4季全国增加的主体贷款平均还款期限又长到297期，来到14.75年，佫创新高。台北市、台中市甲新竹市也创上长纪录，其中台北市第一摆超过300期，差不多15年；台中市、新竹市也拢超过15年，行政期限上长，依然是新竹县的26.16年。背后的关键是房价太高，那另外一方面也是我们所得没有增加。当越延长，其实背后的你要负担的钱，其实利滚利，其实你要负担的更多。我们的租赏并不好嘛，所以你没有其他选择了。为协助第一摆买厝的人，部分银行推出40年期房贷，甲20年比起来，一个月付的本息只有60%。不过为避免承担伤过悬的风险，银行拢有借款人的限制，亲像新贷的人年会厝是起几年，地区职业身份。结果内容年限定，拢关系到房贷上长应贷几年。假如是一个比较年轻的族群，那银行放30年，它大概就没有太大的一些疑虑。同时，对于不动产标的物它的一个保值性地段也会去进行评估。像是新竹地区，它可能园区客的比例很高，它就很愿意借到30年起，给予很好的一个贷款的条件。网众认为，央行已经连续5摆升利息，互交房贷的人是真有感觉。若是40岁才买厝的人，无提前还款计划，可能会到退休。所以建议手头若无低风险、稳定报酬的投资工具，应选择提前还部分房贷本金，应降低每个月负担。记者综合报道。
最近台南的交通受到关注，为了要改善车路交通安全，进前交通部针对乌多摆开放一寡路权，就提出免两段式倒弯的措施。台南就人伫咧传讲一寡路口要先来试办，不过台南市交通局表示讲，目前会先检讨内线车道安全，再来评估取消两段式倒弯的可能性。 汽车行到双车路口，若要倒弯，就要先去大专区两段式倒弯。即摆所传讲，台南市交通局要取消部分路口机车两段式倒弯，消息传出来，嘛引起民众有无同意见。这样会比较乱，因为这边都是学区嘛，旧城区嘛，然后待整区车质量不是那么多，是可以考虑把它取消掉。我是比较偏向说，还是要维持待转区多一点，但是如果拿掉有其他配套措施，也不反对。台南市平常日和休困日车辆拢可，尤其是旧城区，古早是着发展路线甲 A， 佮无法度混路，和骑车嘛歹骑。台南市交通局就讲，目前配合交通部要求，先检讨内边车道的安全。汽车出来嘛会看要改进的路段有偌济，再个进一步来评估取消两段式倒弯的可能性。 现在是在进行单向两车道一块一混路段的一个盘点作业。那这边是预计有路边停车格位跟临时临停干扰严重的一个程度较高的旧城区也是我们原来的一个府城地区，开始来做一个优先的一个示范推动哦。 那取消机车参汽车参集做伙，机车直接倒弯的时，会和对面的车辆发生冲突。那保持原本安尼是以车种分流，来避免汽机车烧路。交通局表示，目前初步先列路口大细，甲参详要伫倒位先试做。未来嘛邀请相关单位和台南市道安委员会大家做伙讨论，会看了后才会做决定。若要实施进前，卖提早向前宣传。记者李成武台南采访报道。 疫情稳定，渐渐当去英国生活，也若疫情期间真侪劳工该点出去上班，到底是好也是歹呢？劳动部最近有发布一份研究，调查店厝内面上班对劳工健康影响。发现讲介意点出去上班的人只有15%，特别是职业妇女因上无介意点出去上班，等到去到公司上班比较较自由。 进前疫情期间，真侪公司为着避免接触，安排员工踮厝上班，时常开会。这款画面是真случ常。即阵疫情转好，渐渐恢复英国生活。劳动部有做一份调查，翻头来问劳工，敢有介意踮厝来上班？结果显示，介意踮厝上班做事的人，敢若一成高尔。我们自己出来问大家的意见，发现大概只有15.6%左右喜欢，觉得啊，就是抵触出办公就好诶，就棒安尼。啊，要么跟我们发现讲40%左右的员工是干嘛讲，如果真的要居家也嘛会使啦，要不讲就是当成辅助。劳动职业安全卫生研究所去年4月到12月有做一份疫情时期踮厝办公的研究报告，发现有40%的人较爱踮办公室上班，尤其是女性踮厝来上班的心理压力比男性较大，尤其是40岁到59岁之间，有甲厝内人住做伙，也是需要顾囡仔的情形，有家庭冲突的嘛较侪。妈妈在家还要照顾小孩，又要做家事，然后又要上班，其实就事情很多啊。不过嘛，有民众较介意踮厝上班，认为困眠时间、生活形态拢通家己调整。我的感觉是远距办公较自由啊，会当伫咧厝内底做家己的代志啊，顺煞分配家己的时间。我是感觉不哩介意啊。劳安所表示，踮厝上班，劳工的心理健康、困眠、食食敢有正常，上班的环境安怎，嘛需要关心。会做这份报告，主要就是要预防未来若准讲佫需要改做踮厝内办公，政府就通参考这份报告，提出建议甲政策。记者连问曾俊佑台北采访报道。咱人要出事，这是无一定；不过要转去，这是绝对是百面。也究竟讲，咱人要离开了后，一个重点站要设伫倒位比较会较好咧？来看这南投的新闻，南投的这德山镇公所按算要向县政府申请，伫第13公墓边仔增加一个殡仪馆。不过，这个土地边仔呢，附近是有学校要卡徛家，引起民众抗议。县政府也强调，讲目前正咧办理用地变更，也爱加强和民众沟通。特别强调讲，这块土地使用一定爱合法。抗议啦！
愤怒的居民伫第三镇公所外口夜面纸来抗议，随后入去到礼堂内底，居民的情绪激动，边个员紧紧的上前，避免冲突扩大。南投县的殡葬设施长期拢有不少的问题。第三镇公所有意伫第13公墓边啊规划新的殡仪馆，不过因为所在临近学校甲主题区，引发居民甲学生家长的烦恼。你们选址就在延平国小的后面，小朋友上课他可能会听到这个送葬队伍的一些乐仪队的声音，这个你们都没有想过要解决吗？在我们密集住的住宅式的中心，刚好在我延平里的正中心，你在这边把它设一个殡仪馆，适当吗？当地居民不满，镇公所所选定的用地，距离边仔延平国小大约只有200公尺，而这里的人口嘛超过3000人以上，对着主体甲教学环境，拢会造成冲击。坚持喺公所另外找其他的所在。第三镇公所表示，目前南投县境内只有2座公立殡仪馆，而第三镇因为无合法的殡仪馆，予需要的民众是真无方便，才应管会要求来盘点用地。目前选址搁伫建议当中。这个邻近的公社的部分比较远，大概就是在民间跟南投，那量体比较不够，其他就是私人的，可能一些包括低收入户啦，包括你一些租屋的啦、公寓的啦，真的没有地方去的，都硬要塞到那个地方去。有可能是安那，会叫公所等于收钱哦，要无就是安那吼，唔是讲对量下水啦，唔是安尼哦。镇公所表示，选址考量当地交通位置之外，嘛临近第13公墓，目前搁伫申请用地变更当中。南投县府强调，目前选址还未定案，会来要求公所甲民众做好沟通，嘛要符合殡葬管理条例相关规定。记者南投采访报道。同款是南投在地新闻，咱来看南投的江河国小因的美术班，学校附近的土地公庙有间邀请，这庙方要甲这庙的墙围交予学生去画，希望学生发挥创意，会当互这社区有无同款的特色。当头白日，这群小小的艺术家真专心伫咧画图。南投江河国小甲附近的土地公庙合作，请美术班的学生伫墙围彩绘，替社区的面貌加添特色。借由当地的一些文化跟特色，然后把它融入在这个壁画里面，然后来训练他们调色上面的运用以及空间的布局。空间移到外面来，我觉得有很多个目的啦。第一个就是让社区的民众能够看到江河美术班的教学成效；第二个就是对社区的环境做一个美化、一个带头示范的作用。老师和学生家己调色水，设计多样，加入在地文化特色。发挥创意来增加社区的环境，甲平常时的白纸相比，对学生囡仔来讲，伫墙围画图的感觉是真新奇佮趣味。我觉得我们这一次画的时候很好玩。刚开始在调颜色的时候，发现根本怎么调都调不出来，后来才发现，只要再加一点点其他颜色就可以调出来了。这也是我第一次调色，因为之前我都是直接要使用单一的颜色，将护栏直接刷好。但是这次要调很多颜色，让我觉得很麻烦。透过无同的创作方式，增加学生画图的技巧，毋但互这个囡仔体会到生活中的美感，也为美化社区尽一份心力。记者综合报道。2030年要成做双击国家的政策，引起不少争议。早起着学生团体公布因针对国中生、高中生上青训的调查，结果显示讲超过60%学生认为用英语来学其他的科目，这影响到学习效果。也认为这双击政策会造成社会严刑化愈来愈严重。因要求讲，着爱好好检讨这双击政策，也爱把学生的意见加入去。配合2030双语国家政策，政府按算投入资源来提升学生的英语能力，用英语来上音乐课、上数学课，来增加英语教学的比例。学生因的感受是啥款呢？又是用自己不熟悉的语言去学，那会造成的是专业科目学不好，英文也没有进步，那这简直就是一个两头空的状况。就是已经推行了10年，母语的沉浸教学本身都已经没有具体的成效，那现在又要新增一个目标，就是我们要提升英语的教学比例，那这实在是让人会怀疑政府政策的决心。2030双语政策一直有争议，有学生团体公布一份针对国中生甲高中生的调查，
结果显示，有超过60%的学生无认同用英语上课，更加烦恼安尼会降低学习的意愿，令到予因更加好理解上课的内容。家长团体甲教师团体嘛批评讲，这项政策欠缺配套，在双语师资无够的情形之下，这个政策敢若会增加教学上城乡的差距，而且会弱化教学的本质。所以其实最大的问题就在于说，现在偏乡，你一般的老师都不好找了，更何况你现在要用双语的老师，会担心说这样子的一个师资的一个结构，会让这个老师对于本科的一个部分，他的一个师资是弱化，然后变成说只是强化英语这方面。学生团体嘛批评讲，政府推行母语教学，到目前为止拢也无看到真明显的效果，即马阁想要推动英语教学的比例，会互学生啊唔知要安怎才好。因建议政府不如甲上百亿的预算拨入去当地执行的108课纲，强化现处时英语教学的品质，可能会更加实际。记者林玉凯台北采访报道。根据到这国际能源总署 IEA 估计，全世界约有7亿7500万人生活是无电通好用。在印尼东边的这个上巴岛，就民间团体推广太阳能电力系统，或者偏乡的居民会当靠家己厝顶的太阳能板提供基本生活所需要的电。村民用电动研磨机将番麦磨成粉，准备家己用，还是摕去市场卖。那时间提前2年，这是因完全料想不到的代志。Ya kalau penggilingan itu meringankan。印尼全国有超过17000个岛，是全球上大的群岛型国家。位伫东边的上巴岛，面积大约11000平方公里，是全球第72大的岛。以自然景观成做印尼的观光胜地。不过，这些居民当年面临欠电。虽然印尼将全国电力网覆盖率为2005年的85%提悬到目前大约97%，不过又有少数人伫暗时来临，就要停止所有活动。当地一个叫做上巴永续解决方案的团体，靠着为国内外募款，伫全岛推广这种离网型的太阳能电力系统。多数国家的太阳能发电，有的是找900公顷的空地啊，建设太阳能发电站，透过电力网络分散到每一户，有的是以家户为单位，伫厝顶装太阳能板。那发电量超过需求，是透过电力网络卖予电力公司，不过因为法律有缘禁止这类卖电予电力公司的交易，所以民间团体就改用离网的方式来进行。我2年来，上巴岛装3000多个太阳能电力照明系统，加62组电力研磨机，予3000多个家庭到暗时啊，也是会当工作抬杠，还是摕手机啊充电。Sebelum ada lampu ini pakai siang saja. Kalau malam tidak kerja lagi. Kan tidak terang gelap pakai pelita kita. Tapi setelah sudah ada ini bisa kerja sampai mengantuk malam. 在民间团体募款赞助之下，用户每个月只要纳大约新台币108块的费用，不过募款有缘不足，所以优惠期限只有3年，同时也有几啊千户排队来等。民间团体希望印尼政府会当甲以开发国家参国际金融机构，协其引进更较侪资金，将这款的模式推广到全国。公司新闻起家真便宜。在美国佛州有一个55岁教授，伊住伫咧海内面的畅水舱，已经住74天，是住伫水底上介久的记录。目的就是要研究讲，咱人若面对这款极端压力，身体甲心理会出现什么款情形。做医学研究目前是南佛罗里达大学教授的迪图里外号深海博士，为3月7日，伊住伫畅水舱了后，5月13已经是第74天。伊要拍伫水下骹生活上长的记录，有记录是田纳西2位教授伫2014年伫同一地点的73天2点钟34分。不过新记录只是阶段性，伊计划伫遮住到6月7日。The record is a small bump, and we love it, but we still have more science to do. The science doesn't stop here. 迪托里大的这个舱甲畅水船无同，伊无用科技调整水下骹压力，
捌伫美国海军28年伫土里咧进行一项研究，甲防人体长期伫高压之下反应，已经为细胞伫承受压力之下，不到5工队加做2倍，对研究疾病有帮助。也想要帮助群众脑损伤的兄弟，因为高压会增加脑部血流。这研究计划结合医学、海洋研究甲教育，也测量血压、心电图等生理数据来分析。其他时间是线顶上课甲外界继续接触。The idea here is to populate the world's oceans, to take care of the world's oceans by living in them and really treating them well. 这创水创伫的吉拉哥一个石湖，伫水下差不多9公尺，伊食过2杯饮食，甲做一寡运动。逐工困1点钟，就算伊目前适应真好，暗过上怀念的也是伫陆地顶悬享受日头光。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译。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恁就知。吉兰到新竹对21度到31度，苗栗到云林对20度到31度，嘉义到屏东对21度到30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0度到28度。平湖金门马祖对20度到28度，一个未来3港气象。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暗新闻，我是嘉豪，明仔载暗时7点，咱再相会。